针对这届花莲的地动，虽然国民党有提出403赈灾重建条例，要编150亿的特别预算来协助重建。不过因为住户大家意见无啥共款，到今也无法度决定到底是要拆也是补强就好。也那宏大红单的山海关大楼，昨天下晡已经先投票，决定要先做补强。 为着要花莲乡亲能了解403地动灾害重建条例内容，花莲县府邀请包含受灾户、观光产业者代表参加说明会，解说已经交付立托的403地动灾害重建条例内容。办务这要认定是红单拆迁整建，重建费用会由中央政府专业来负担。相信在5月20号前后会3读通过，到时候150亿的资金的挹注。 不管是在花莲也好，新北还是台北市的万华也好，也是桃园也好，通通可以使用。另外，伫这摆地动中被认定是红单的山海关大楼，经过结构技师搁再确认，即阵已经无伫个拆除的名单内。抑过未来是要拆掉电器，也是要来补强。法委会第2页经由投票来决定。 包含委托书的部分，总共有89票，那里面有74票是赞成做耐震补强的，14票要做重建，1票是无效票。所以我们大楼已经在今天决议，我们要走耐震补强的部分。 山海关的决定，真做403地动了后，花莲头一栋要以补强来恢复家园的大楼，外界也真关心是不是真做指标性。现在目前有强制拆除，就是说它的这个建筑已经倾斜，那持续有变位的状态哦。那现在目前有9栋，那至于其他的大楼，他们都是属于还可以去做修复跟补强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够走这个弱层或者是耐震补强的这个方案。 也那统帅大楼是继续维持红单，恐惊面临拆除的命运。不过是伫原地，也是别个所在电器，将做住户上大的争议。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原地重建。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可以去这个投票决定的，那必须还要经过观察，比如说地质的探勘或等等后续政府的一些配套措施。 根据花莲县政府前统计，控诉03的灾情比02、06更加严重，大约2000多户红单，其中红单54栋，红单58栋，需要赶紧来决定后续处理的方式，争取时间，争取经费，才法度让受灾户较早回去家园。记者综合报道。